长城电子这个项目是我去签的约，然后交给你跟进，该拨款拨款，该动工动工，为什么出现楼层坍塌的问题？啊？可能是因为施工技术质量的问题。哦，真的是施工方技术的问题吗？嗯，顾总，你放心，我马上就跟施工技术交替人员进行落实。站住！我话还没说完，你就一口咬定是施工方技术的问题，是不是要隐瞒什么？老实说，是不是材料的问题？你就这么不信任我？对，我就是不信任你。我自认为没做过对不起公司、对不起顾总的事儿。好啊，就凭你这句话，这次公司所有的损失由你个人承担。顾西城家里的，不会这么巧吧？苏妍希，你有点诚意好不好？是你说过要陪我来逛的。我今天不是一天都在陪你逛吗？你看看我脸上只有2个字：诚意。好了，那你说我这件衣服是扎起来好，还是放下来更适合我呢？是扎起来。来了，前面一下迎接。哎，店长，怎么回事啊？我还在换衣服呢，你们走什么呀？这位客人您有所不知，今天我们集团总裁过来巡店，但这并不影响您购物。如果你有什么喜欢的或者合适的，你可以继续挑选和试穿。祝您购物愉快，谢谢。总裁，妍希，他们说的那个 SL 国际百货的集团总裁，是不是新闻上说的那个花花公子顾西城啊？不知道啊。好想去看看他传说中的老婆是什么样的，这么好命，我要去看看，我要去看看。人家老婆长这样跟你有什么关系？来，我这件衣服试穿，你这个有看一眼，就一眼好不好？就一眼。来，你先过去试试。哎，帅哥，哎，帅哥，哎，好好试衣服。小妹，我要帮你换衣服了。不是，你